主后2025年3月7日，每日圣安讲读经，讲会到，做会到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民数记30章第19、16节。摩西吩咐以色列逐个支族的族长讲：这个是上主的命令。人若对上主下愿，也是咒詛，就约束家己，毋通失信，就照伊所讲的去做。要住伫老爸的厝的少女，若对上主下愿，要约束家己，伊的老爸听到伊下的愿甲约束家己的话，若无表示反对，伊下的愿甲约束家己的话就成立。伊的老爸听到迄日若无允准，伊下的愿甲约束家己的话就无成立。上主会赦免伊，因为伊的老爸无允准。少女出嫁，若已经有下愿，也是一时冲动讲出约束家己的话，伊的丈夫听到的时，若无表示反对，伊下的愿甲约束家己的话就成立。伊的丈夫听到的时，若无同意，就废除伊下的愿，甲伊一时冲动所讲出约束家己的话，上主嘛会赦免伊。寡妇也是离婚的妇人人所下的愿，甲约束家己的话，拢成立。妇人人伫丈夫的厝下愿，也是咒詛要约束家己。丈夫听到，若恬恬无讲话，无反对，伊下的愿甲约束家己的话就成立。毋过，丈夫听到的时，若甲伊下的愿甲约束家己的话废除，伊讲出的话就无效，因为伊的丈夫反对，上主嘛会赦免伊。伊若下愿也是咒詛要克苦家己，伊的丈夫有权同意，也是废除。伊的丈夫听到了后，几日久无表示反对，伊下愿甲约束家己的话就成立，因为伊的丈夫伫听到的时恬恬无讲话。后来，伊的丈夫若甲伊下的愿废除，就着担当妇人人无照约束的罪。以上这个是上主吩咐摩西关系丈夫甲伊的某、老爸甲住伫伊厝内的少女中间所定的规例。讲会到，做会到。你答应别人的代志，是毋是讲会到，做会到？或者是常常互人承诺却做袂到，搁为家己找借口咧？讲会到，做会到，代表人愿意为着家己所讲的话负责任，虽然结果无拄拄会甲原本所讲的共款，也会尽力照家己所讲的去做，竭尽所会去达成。一个讲会到、做会到的人，会当活出言行一致的性命，会得到更较侪人的信任。相反的，一个信口开河、言而无信的人，人对伊所讲的话会拍真侪折扣，真好相信伊所讲的会去实践。人甲人的互动，最好讲会到、做会到。人甲上主的关系，搁较是安尼。伫圣经中讲到真侪关系下愿的故事，亲像雅各伫伯特利梦见上主对伊显现，就下愿，上主若保护伊，伊要掠上主做上帝。叔叔犹他上主下愿，若互伊拍赢阿文人，当伊凯旋转来，就甲第一个迎接伊的人献互上主。先知撒母耳的老母汉娜上主下愿，若互伊怀孕生囝，就要甲囡仔献互上主。
先知约拿踮大鱼的腹肚中，也捌向上主祈祷，若互伊得救，伊要偿还一切所下的愿。这个圣经人物下愿的对象是上主，因为安尼，因袂当随便讲咧，是爱对家己向上主所下的愿负责任。因必须对上主忠实，讲会到，做会到，若无任意下的愿，就是滥用上主的名。对上主的下愿，讲会到，做会到，代表人愿意甲上主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民数记30章也讲到一寡关系女性下愿、行愿的条例。一个未成年的少女下愿，伊的老爸对伊所下的愿是有权监护的，通决定伊是毋是爱遵行。若是已婚的妇女，伊的丈夫对伊的咒诅下愿有权表示意见。这是因为妇女伫当当时的文化背景无自主权，地位也比较较低。因为安尼，女性未婚的时，老爸爱为伊所下的愿负责；已婚的妇女是由丈夫负责。若是寡妇也是离婚的妇女，因无意外，就必须对家己所受的罪负责任。无论是伫倒一种情形下，女性家己或者是因兜的人，爱做伙承担伊所下的愿，这是对上主的忠实回应。摩西甲安尼的指示交予以色列各支族的首领。第2节的经文中特别强调，人若对上主下愿，也是咒诅，着约束家己，毋通失信，着照伊所讲的去做。针对下愿也是咒诅，上主向当时的以色列人，无论查甫人也是妇女的提醒，就是爱约束家己，千万毋通讲话无算话。若安尼做，将破坏家己甲别人的关系，搁较会破坏家己甲上主的关系。因为安尼，耶稣捌教世人毋通咒詛，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基督徒言行应当谨慎，毋通信口开河，着为家己讲的话负责任。愿咱的性命会当带着诚实的心活踮上主面前，所讲所做会当一致，通荣耀上主，搁互别人得到利益。默想，我伫别人甲上主面前，是毋是会当讲会到，做会到咧？我伫别人甲上主面前，是毋是会当讲会到，做会到咧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恳求你帮助我伫生活中会当言行一致，互我的生命会当荣耀主的名，搁互别人得到利益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